目前当地的大唐中央酒店1楼大厅点缀晨光展览，是艺术家林庆祥老师的通雕创作，运用6亿琉璃的独特形态，跨越媒材甲美学，呈现出半写实甲抽象，完整有工刻画主人物的精神甲意象。林庆祥老师表示，过去伊的国展拢是伫咧公家机关设展，这次是第一次伫其他单位设展，伊的第一届就献予大唐中央酒店。1996年办个展。这是总共办了10次个展，都是在公家机构、文化机构、文化局、美术馆啊。这是第一次在私人机构，我把第一次给我们郑总经理。大唐中央酒店位伫咧台南文化中心边啊，文化局长谢世恩表示，过去20年来，真侪来台南设展或者是表演的艺术家，拢是依赖中央酒店接待。所以文化局甲酒店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这次20周年庆，邀请到艺术家林庆祥来开展，伊一定爱前来致意。过去20年来，其实有非常多国际的这个知名的艺术家、音乐家，其实我们都依赖着长隆酒店帮我们的接待，然后所以长隆酒店跟文化局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非常非常的密切，这个就是。当这个我们明华庄委公今天我们有这个盛会领导盛展要开那我说一定要来这样子那长期以来就是非常感谢文化中心跟长隆酒店家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这种亲近的伙伴的关系啦。2024是台南400，同时也是大唐中酒店在地服务20周年的日子。总经理郑东坡表示，响应台南400纪念时刻。有幸邀请到艺术界传奇人物林庆祥老师来设展，互来到饭店用餐甲大数旅客，深刻感受到台南清高文化底蕴。邀请跨县市的一个台中的那个林老师来做重雕的展览。那我想就是说，借由这个展览，希望引发大家对来的旅客。能在台南酒店除了吃跟住以外，希望可以享受到精神的食粮，能丰富这的文化的一个底蕴，让大家就是说除了是住宿以外，出了以外，然后可以驻足在这个地方好好欣赏这些艺术的作品。那我想也是我想对生活上的一个品味有提升的一个功能。那最重要是配合市政府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的一个发展，我想是而且这个活动一个配合，希望让大家更丰富整个台南地区的一个文化历史底蕴。为庆祝20周年，大唐中央酒店为即麦开始到3月底期间，也推出感谢季超大大房专案。平常时需要8、9千才会当入大房型，现在只需要2千出头就会当入大。经有每个月固定的促销，台南400总经理来带路的专案，就是希望会当将20周年的喜悦分享给更多游客。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